民众家己买汽车零件来换，就要特别注意哦。警方发现讲有一寡业者对中国进口真侪 BMW 仿的零件，是以原厂1/3的价销卖出去。BMW 原厂嘛已经发现，已经请律师提出告诉了。 Counterfeit spare parts, when installed in a vehicle, can cause considerable damage. 特别翕宣传影片，汽车毋但外观设计正重要，内部的零件组成也影响性能甲安全。即马德国出名的车厂 BMW 发现，家己生产的车用消磨品零件，市面上有真侪假冒的，伊去甲找律师看海提出告诉。 仓库内底超出一盒的物件，包括机油芯、空气芯架将近500件，拢讲是原厂制造的。不过警方调查，这个查甫人所卖全部是假冒的，拢是兑换进口来台湾违法贩卖。范闲是在109年间开始从大陆进口仿冒商品，并且批发给汽车维修厂。然而，由于疫情的因素，才转到网络上面贩售。 苗栗有一个40岁姓廖的查甫人，为中国网络商城阿里巴巴购买 BMW 的仿冒零件，用汽车零件名义进口来台湾，再佫透过虾皮露天价的卖场来贩卖，讲是正版的，价销较无原厂的1/3，互袂少民众去买到，敢若靠压的物件，侵权的起达都达到100万。 机油芯如果用到仿冒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它里面可能过滤不完全，或者是导致这个机油的油压或是油量不足以达到引擎工作所需哦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行驶在路上，可能会导致引擎的温度过高，甚至导致引擎的力量呢会变小。因为汽车这个消耗品真假真歹辨认，若是省着小钱买零件，恐惊爱开大钱来维修，用到仿冒零件，也互行车有安全顾虑。可能会危及驾驶的用路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